救命重花，那个救命湾的，其实等啊，好像要扯断。哦，但是因为这是救命吗？有无形代价，你个扯他的塔。啊，怎样伊安尼经过4年，一个爬山，伊想要代志已经无去啊。哦，啊，伊就甲放我去啊，唔知无形代价啊，因为伊心无变，所以咧，我讲过，飞机顶嘛，咱互啊，逐项无形代激荡吼，把金光机来攻击，培养好，攻击培养好，之外，我就要从后边推出来，我去伊压拍的。这支手左手目睭稳嘞，右手嘴巴都安啦，啊，伊是倒啊紧，因为你若去平湖新安厝遐，伊有一接待，哦，啊，伊就爱做，啊，爬山坐伊个个哦，伊个打曼遐里遐上去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讲，你讲就非常好，因为无形大众嘛，你讲无吗？他确实。哦，落来当中我再去讲，我讲你好啊，好啊，我汽车吃饭，我讲这样好啊，站几个板的短板一下，我看你会站到，我好啊，你讲放手就好了，所以学习在讲，目前所做的因所结果属于拢无相像，唔是讲你是笑，唔是讲你是老，哦，这就是啥？是人坚持做一定的目标，人个讲起，你爬山，我你先个做啦，你过去，你这个明末清初迄个时阵，哦，还是4条命命，哦，迄是一个千真万确当中，啊无伊能够咧无性的，那是因老的东西选择咧无性的，爬山是真嘅问题，哦，伊这种讲，开场步数啊。啊嘛，为了无物件，就甲放太平经去啊。因老爸讲，人后边，他有咧放平迄阵啊，他有咧放平的时阵啊，就等来，嘛放平平，他咧放平啊。啊，佢等到我到啊，这个平就我到啊，啊当时都家己到平嘅，就变成平。所以今日咱泰国，今日我是件代志，因为因一个民众，个老板夫伊个。哦，大汉后生，伊迄大汉查某囝，几岁？22岁。哦，22岁，到台湾检查着呐，有只有问题。一个呢，惊一个，即摆等去到泰国，因老母讲，因来到阿嬷吼，因老母的老母是阿嬷，讲心大，讲因心大，要甲伊，啊，毋是从哪甲伊医到。讲你甲出发人，哦，我叫挑，这物件拿出出样的，几岁？24岁多嘛。哦，当然是你父母安怎做，我们不予置评。但是首先一个20几岁的某个人，到时真正听到，到伊规个器官是拢足健康的物件，到真正22岁就来转嘛，迄什么人要相信？22岁器官是一个上新的器官呢，对不对？变成19个主的话，变成当时嘛遐等于，我当时这个惭愧，那因中那治疗，因希望你相信，迄阵当中咱做成改变。哦，那我一方面医生，那一方面咱就上天注意，来个办法，反正这个图呢就有这样，但是我讲。当这个图片啊已经去到第二，我常常跟你讲康复啊，啊目前啊，目前当中拢已经死，啊康复啊，是伊何时用两个啦？讲目睭开用两个物件拢对目睭甲砍，这个球，个医生就宣布过后，迄个球注意好，一放大一按下。其实医生全部都好，已经拢少着迄个伤势，哦，少着伤势，你叫互健基本上一定唔头去，所以啊，有件事啊，有好，那幸福，啊无好，啊就幸福，当然呢，啊所以咱一个去爱知影，
每一个人伊意念各不，变成个当然啦，八山之有啊，是像原理，八山因老爸，甲八山因老母，因安怎发生？哦，当然，这个物件，我们来会自己这个物件啦，吼，一直在过来，只有这个因缘来跟各位大家做一个分享，所以不然，个人坚持事业所做，达人是轻甲吧，所以咱讲应付恶的，那你讲讲嘅，八山伊即阵若要来做这做人，伊若要好等伊，比如讲即阵到我做发展当中。伊感觉有时间做人，应对不当，按道福道、落鬼道、福心道、地道道，那这些三道呢，有好，当然这些三道很差，真正很差。这个来讲哦，是人坚持做个应对福道，今世比今世轻点个，你一世你让人轻视轻绝，因为来讲。咱无得，咱过去做恶，咱无得，所以因为咱今日拄着，咱过去经过正常来讲，咱拄着是官方高低，咱拄着拿头得去，拄着是官方甲你考的，因为怎样讲，因为咱一定无得，咱拄着的物件，拢是拢是咱外头甲你考下，因为拄着是敌人嘛，咱今日攻击拄着是恩人嘛，咱的恩人嘛。所以咱讲爱别做点，所以不得来讲坚持事业，坚持事业，应付恶道，你才是亲切，你才是看不起。以今世亲切个，坚持事业就有效率。那安尼当中，伊是你重罪轻报，重罪轻报就算是，因为你的受阴就多一些底线，所以你拄着逆境，咱唔能惊。咱拄着考验，咱嘛唔惊，有阵时就是有阵拄着气不不啦就是有阵时安尼讲啦，嘛是有心啦咱很难受，但是其实这个难受嘛是你磨练你这种心，因为这个心登地性，那是养尊处优的这当中，养尊处优的这当中咱这个心修为什么？咱这心修为什么？我讲是简单的比喻啦，心来跟着咱这个身体啦。你这个身体，你若食饱，拢无去做代志，逐日较济，逐日困，逐日较济，逐日困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养尊处优嘛你这个身体会当好啊，是对我问，逐日就做哪？食起梦想，逐日这个身体食饱，较济，安尼怎样？怎接着咧困，就反正这三种做好啦，食接困，食接困，你这个身体才能做好。现在运动就是和这个搭配的复合了起来，对不对？你有感觉较早起老，你做这个老，你想要食的那个，我买去买那个里面的公公婆婆，你想食到几包十块啊？他妈我跟我你讲你很急的，挂起来了。老人他身体早就发昏了，我知影啊，对不对？即嘛人拢食到做轻课的现在做了这啦这回喜欢的概念。我讲这是实在就是讲我没有运动的人所以运动其实是锻炼身体，锻炼嘛，要火气要动。上面就是咱这心，咱这心你的运动。咱这个心理养主要环境内底当中，咱我拢接受的条件，这就是因为爱听好的，咱来学好的，若学好我是欢喜到要死啊！若老公司无听我气到要死啊！真正呢，迄个心拢无法容易接受着，一句你袂听，你看你偌持续好啊？你看你偌持续好啊？你有收的钱，所以呢，对即马对7分去，咱已经解开啊，已经在甲咱解开啊。原来我今日要修行，无上正觉，我就是爱接受人话，爱接受人话课啊，爱接受伊是我修忍辱道的上知识啊，伊是我犯罪轻薄的上知识啊，伊是我因缘啊。咱今日来讲这个专业，
道理。你袂成本吗？你袂成道吗？唔会，是咱是食bien好食吼，食好咱生活袂来，这是事实。事实咱可能是真理啦。安尼啦，是咱讲固着咱起不过啦吼。所以这嘛是大家共同打拼吼。所以今日讲讲，应对落做，你经济期，你今日有经济期受真结果，这是一个就业效益，当下就记住啦。当时安尼做了什么破解？迄个当时就是当下，当下你记住了无上正面比较，基本上来讲，咱当时今日离别人地主，咱今日面对着这大法，咱来面对着这大法，咱唔可以收几多钱？咱这个叫留落去了后，咱唔嘛是要收几多钱？咱大家来啦，咱大家来。来分别这几年，这2日，咱讲连书的爸爸，伊那个贡献嘛是咱手中一直兼顾啦，马上就要出兵，迄个叫我带到出来，咱就我去甲看，咱就我以前冰箱内底，咱我打开，咱我一个兼顾的方法，一个兼顾的特性，因为伊看到当中啊，迄个面相。好啦，食啊！这个面相啊，看到足趣味，就敢若讲足爽，因为无烦恼。伊有个一身轻啊，无险一身轻啊，所以伊人来啦，来当下当得着，当下解决。虽然讲今日你是做什么，咱有阵时感觉唔甘，但是今日咱来知影，这个把戏。什么人唔知道？是一走万走的。这个把去走有什么意向？这个把去走有什么烦恼？这个把去走有什么唔甘？如果今日若像伊逐日都要做，逐日都换着拄放啊伊啊，讲我听讲放袂出来，拢爱有倒的。安尼，我都该处理，爱更好。其实迄是一个臭味咯，迄是一个更好。当然，迄个换一个新的人，因为今日迄个当中，毋是这个解脱嘛。其实教授迄个亲戚啊，家己面自主的当中，人讲世间的人讲出来讲，讲无人讲无好生嘛，就是好死啊。讲讲好死是歹代嘛，其实好死是好代，好死是歹代。所以人家别人讲你开，你后日安尼死嘅，很好，歹死嘅歹代啦，所以咱修到，就是修到一个好死，好解决，这嘛是咱当得着啦，当得着，安做就感觉方法，这是咱上解会，这重点。所以呢，伊今日宁静业相分，就是讲，咱今日若上到这部经典，咱一定要相信。你一直要了解，一定绝对，你若曾经会当面对着淡薄失败，甚至你伫修办的过程内底当中，无论你面对着什么考验，你面对着什么事情，你面对着什么逆境，你一定要忍耐。所以你若在讲忍耐过，就食到80岁啦，这80岁，你讲这个80岁啦，这个是我们人这个解它的艺术所以你若忍得过，你是这个能力。所以你修到，咱来讲咱一定要有社会，咱一定要有社会，咱一定要有什么呀？咱一定要有，这个红将班鱼啦，红将班鱼，唔通要二将班鱼啦，如果咱今日修到啦二将人班鱼啦，我甲你讲，咱人生是修到无啥意思。其实，咱如何社会，就是咧活咱的习惯。如何社会就是活咱的习惯。咱的习惯无好落去，咱的大脑是变的。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。所以呢，人生也中分啦就多半的啦所以呢，就是咱即嘛继续啦，就是不得继续讲。我讲一句啦咱到迄个青。
这人咱才了解啦吼。苏菩提，苏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。